继续来看这件，这是新竹县竹北市风采520这个建案，周边的道路斜落落解。这个事件，新竹县政府初步判定是因为建商抽地下水挖空到地基的关系。有议员提出着报告，讲这个建商监测的数据老早就各样，但是无人监督把关。讲这个道路斜落这代志根本就是人为的灾厄。议员讲县政府失职，不过县府甲竹北市公所拢讲，并无收到建商监测各样的通知。用雷达伫咧新竹县竹北市的庄敬绿家顶悬来回咧探测，要找出路崩落的原因。路边的大落坑又悬伫遐，互人看甲是心惊惊。虽然讲探测的结果也未出炉，县府公务处昨发出着声明，初判是风采520抽地下水，地属着土石流失，道路去崩落。验过议员就咧质疑，这是人为的疏失。风采520附近4条家顶悬拢有一个水井，验过为3月20号开始，除了胜利1路以外，其他3水井拢无数日的记录。议员就咧质疑讲，敢讲建商抽水拢是靠感觉。当时因为要做所谓地质改良，3个观测井的部分先封掉，另外用他们基地内一样是头水的点井来做一个观测。4月27号社区的路去崩落，验过建商交予竹北市公所监测的报告内底，为2月23号开始数字起起落落，3月初开始降低速度变真紧，一直到4月26号要崩落前一天，数字落到400外，明显无对同，煞无人注意。更加烦恼胜利1路甲2路数字慢咧落降，有可能就是后一个崩落所在。是为什么却没有做到预防性的补救措施？希望政府能够立即性的来封锁胜利1路跟胜利2路。没有收到建商任何监测异常数据是也没有办法预判说地基坍塌的可能，只能从监测的报告里面数据来观察它基本上的呈现量。县府敢若针对施工的计划来做比查，无相关监测的数字，一天内无法度交出正式调查的报告，即卖展开网络的联署，希望相关的单位赶紧来补救。Hello， 我是叶明，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